陽痿保安非禮似老婆嘅兒生女，聲稱同老婆性生活唔協調，同埋受到陽痿早洩困擾嘅54歲保安員，早前承認4度非禮15歲嘅兒生女。案情話，被告一家3口同受害兒生女兩家人嘅關係好密切。3個月前，被告同老婆家姐茶聚，直言舊年無意間摸到兒生女個胸，家姐返去問咗個女之後，再轉告社工，之後報警。兒生女話舊年暑假喺阿姨屋企暫住2個禮拜，點知2次晚飯之後，被告都從後攬佢腰，更加用下體磨佢屁屁，有2次趁佢刷牙嗰陣又嚟過，最後嗰一次兒生女推開佢，即刻返房同表妹一齊瞓。但係被告仲跟住上埋床摸胸，兒生女搬走之前將件事話俾阿姨聽。心理報告話，兒生女連入房同埋刷牙都好驚受到侵犯，一睇到男人就會飆冷汗，自我形象低，需要輔導。辯方求情話，被告見到兒生女覺得好似老婆，先至難抵誘惑，佢好後悔、好羞愧，願意修補婚姻關係同埋作出治療。受害人嘅爸爸媽媽都幫佢寫求情信。裁判官話，被告嚴重違反誠信，但係顧念到佢主動講出真相，判佢監禁7個月。